喺調解嘅個案當中，有時雙方因為錢嘅問題而有衝突，甚至乎有好多嘅爭執，導致到大家關係越嚟越緊張，最尾就要以離婚嚟作為一個收場。其實雙方喺理財觀念唔同啦，理財嘅方法唔同，大家對生活嘅期望唔同，其實呢個係好正常嘅一件事嚟嘅。有啲時候，一方會覺得對方過分咁樣消費啦，甚至乎喺個案當中有啲發現對方欠債。如果呢啲問題能夠及早處理，避免咗惡化嘅情況，其實可能可以改善到婚姻關係。今日我哋請咗香港家庭福利會理財教育中心葉姑娘 Ruby 同我哋分享下夫妻理財之道。Ruby 你好。你好啊，多謝邀請啊 Regine。夫妻佢哋嚟自成長係唔同嘅家庭啦，咁佢哋有唔同嘅理財啊，有唔同嘅金錢嘅價值觀咧，其實係可以理解嘅。咁但係一齊生活嘅時候，點樣去處理呢啲唔一致，或者點樣去處理呢啲當中產生嘅摩擦呢？其實咧，夫婦之間講錢係非常之重要嘅，因為有好多研究顯示，如果講錢唔夠順利或者和諧咧，係絕對係頭3位影響大家夫妻關係。咁講錢嘅議題咧，可大可小，簡單到我哋食一餐飯幾錢啊，慶祝生日需要幾多錢啊，其實都可以有好唔同嘅見解，因為大家嘅成長經歷啊、童年經歷，對於呢個錢嘅價值觀、睇法、諗法，以至決策都好唔一樣嘅。但係最重要嘅，我哋要有個聆聽嘅機會，同埋願意接納對方嘅唔同，去到最後要慢慢去協調，因為去到最後我哋希望透過溝通錢銀嘅話題啦，了解對方啦。譬如點解今日嘅佢咁中意花錢喺某一個地方，可能因為童年佢買唔夠或者冇能力買啊。咁如果我哋可以用一個理解嘅角度去明白對方嘅需要咧，相信對雙方嘅關係都係好獲益良多嘅。係啊，其實大家嘅需要都好唔同，其實能夠可以傾到，大家互相了解呢度都好重要嘅咁樣。咁嗱，我哋都即係經驗裏邊咧，發覺有啲可能係因為屋企嘅收入唔足夠啊，又或者甚至乎因為賭博嘅問題要借貸嘅。咁一講借錢就一定會容易有衝突啦。咁如果喺借貸啊或者呢啲方面，其實有冇啲乜嘢要注意啊？如果真係咁不幸係咪一個債務嘅情況啦，咁最重要個大前提一定係以還債為主嘅，因為我哋講緊如果一欠債，其實對個生活或者個財務都好唔穩定啊。咁我哋要盡量避免債冚債嘅情況要出現啦。如果你選擇用第二筆債去冚第一筆債，你只會容易產生第3、4筆債，就會形成咗一個循環。咁所以如果一欠債嘅朋友喺個認知同埋心態上都要作出一個好大嘅調整，你真係要好誠實面對自己欠緊債，以至到你要好嚴謹控制自己嘅開支啊，甚至乎要分開必然開支同埋非必然嘅開支。我哋講緊可能非必然開支要減到去0，或者係直情冇啦，咁係咪又願意承擔咁樣嘅生活呢？咁值得一提嘅時候，欠債其實係會對我哋自己嘅認知同埋心理造成啲嘅負擔嚇，咁引致到我哋做決定可能會短視咗忘記咗整體嘅利益，甚至乎會唔會出現一個比較投機性或者要涉及危險嘅行為嚟到搏一鋪翻身呢？咁呢啲都要值得欠債嘅朋友要留意多少少。頭先就講即係欠債嘅朋友啊，但係如果發現對方欠債啦，咁點算啊？對方欠債，即係可能講緊伴侶之間，如果你係突然發現你一段有承諾，應該係要坦誠面對大家嘅關係入面先發現對方欠債呢，我哋都可以形容為一個財務上嘅不忠嚇。出現呢一個狀況呢，可能會影響大家嘅關係啦，甚至乎長久嘅信任。咁我哋都要接納自己係面對發現伴侶欠債有情緒，同埋需要空間去處理呢件事。如果選擇共同面對，我哋都要考慮清楚個共同面對嘅方式係啲乜嘢。一齊還錢或者自己還錢，對個人嚟講或者對個家庭會影響幾多啦，會影響幾遠啦，甚至乎會損害咗乜嘢嘅機會嘅成本啦。咁如果真係決定咗要幫手還錢都好，我哋都可以留意一個，其實再親密嘅關係，我哋都可以喺錢銀上有界線。我哋呢個界線係講緊課題嘅分離，我哋成日都可以強調係一個責任嘅分離，並唔係關係嘅分離。你可以選擇唔幫對方還錢，但係喺個陪伴上同埋心靈上，甚至關係上，都可以喺隔離有一個好重要嘅角色嘅。呢
呢個都一啲都唔容易嘅。以往經驗裏邊就係幫對方還債啦，去到一個地步咧就覺得都承受唔到啦，咁最尾就選擇就要分開。咁所以其實如果雙方能夠早啲就住個理財方面大家傾下咧，點樣收窄個分歧咧，其實令到大家個婚姻關係可以繼續維持落去真係好重要嘅。咁咧嗱當然啦，當去到婚姻盡頭嘅時候，覺得大家就住個矛盾都處理得唔到嘅時候咧，咁都要分開啦。咁都喺度鼓勵翻雙方啦。如果你諗住分開嘅時候，大家好好咁樣分開，其實係對對方嘅一份祝福。咁透過家事調解服務，咁一個中立嘅第三方，即係調解員，同你哋一齊去傾，就住仔女嘅安排、子女嘅贍養費啊、雙方嘅資產嘅分配嘅時候，可以好好咁樣處理。咁如果有興趣想了解家事調解服務，請瀏覽香港家庭福利會調解中心嘅網頁啊。今集講到呢度，你有咩意見呢？留言話俾我哋知。如果你鍾意呢個片段，請你 like、share、subscribe 我哋嘅頻道啊！下次見，拜拜。